各位兄弟姊妹早晨，今日係3月21日，四旬期第2週星期5。請大家為亡者黃喬英、高祖根、朱靈帝、高偉昌、朱瑞帝、黃景之、李欽英、梁樹祈禱，亦為 Anna Carolina 謝恩祈禱。進堂詠，上主，我投靠你，總不會受辱。求你救我脫免暗布的羅網，因為唯有你是我的避難所。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阿們。願主與你哋同在，也與你的心靈同在。我哋認罪虔誠嘅舉行聖祭。我向全能嘅天主和各位兄弟姊妹承認我在思言行為上的過失，我罪，我的重罪。為此，懇請終身童貞聖母瑪利亞、天使聖人和你們各位兄弟姊妹，為我祈求上主，我們的天主。願全能嘅天主垂憐我哋，赦免我哋嘅罪，使我哋得到永生。阿們。May Almighty God have mercy on us, forgive us our sins, and bring us to everlasting life. Amen. Lord have mercy. Lord have mercy. Christ have mercy. Christ have mercy. Lord have mercy. Lord have mercy. 我哋誠心祈禱，全能嘅天主，佢哋因此我哋藉四旬期嘅補贖得到潔淨，並能以聖潔嘅心神迎接即將來臨嘅逾越慶節。因你嘅聖賜，我哋主耶穌基督，佢係天主，同你及聖神永生永王。阿們。今日第一篇讀經呢，創世記裏邊描寫以色列人嘅身世，尤其係兄弟嘅出賣。恭讀創世紀，以色列愛約瑟超過其他的兒子，因為是他年老生的，並給他做了一件彩色長衫。約瑟的哥哥們見父親愛他勝過其餘的兒子，就忌恨他，不能與他和氣交談。約瑟的哥哥們去了舍根，放他們父親的羊。以色列對約瑟說：你哥哥們不是在舍根放羊麼？來，我打發你去看看他們。於是約瑟便去追尋他的哥哥，在多堂找到了。他們老遠就看見了他，在他尚未來近以前，就已決定要謀殺他。他們彼此說：看，那作夢的人來了，我們殺掉他，將他拋在一口井裏，說是猛獸吃了。看他的夢還有什麼用？勒烏本聽了，就設法由他們手中救他，遂說：我們不要害他。勒烏本又對他們說：你們不要流血，只將他丟在這曠野的井裏，不可下手害他。他的意思是想由他們手中救出他來，還給父親。約瑟一來到他哥哥們那裏，
他們就脱去了他穿的那件彩色長衣，抓住他，把他丟在井裏。那井是空的，裡面沒有水。他們坐下吃飯時，舉目看見一隊由基爾亞德來的伊士馬爾人，他們的駱駝滿載樹膠、香液和香料，要下到埃及去。猶大遂對兄弟們說：殺害我們的弟弟，隱瞞他的血，究竟有什麼益處？不如將他賣給伊士馬爾人，免得對他下毒手，因為他究竟是我們的兄弟，是我們的骨肉。兄弟們聽從了他的意見。米德揚的商人經過那裏時，他們便從井中拉出約瑟來，以20塊銀錢賣給了伊士馬爾人。他們便將約瑟帶到埃及去了。上主的話。感謝天主。請你們紀念上主所行的奇蹟。請你們紀念上主所行的奇蹟。他使饑荒籠罩客納罕，斷絕了食糧的任何供給。在以色列百姓以前，他已將一人遣去，就是那被出賣為奴隸的約瑟。請你們紀念上主所行的奇蹟。人以扣鐐緊扣他的雙腳，他的頸項也帶上了鐵鎖，直到他所講的那預言實現，上主的話才在他身上應驗。請你們紀念上主所行的奇蹟。君王遂派人釋放了他。民眾的首長解救了他，且立他為皇家的宰相，掌管一切皇產的侯王。請你們紀念上主所行的奇蹟。主基督，願光榮和讚頌歸於你。主基督，願光榮和讚頌歸於你。天主竟這樣愛了世界，甚至賜下了自己的獨生子，使凡信他的人獲得永生。主基督，願光榮和讚頌歸於你。願主與你們同在，也與你的心靈同在。恭讀聖馬竇福音。主願光榮歸於你。那時候，耶穌對司祭長和民間長老說：你們再聽一個比喻吧。從前有一個家主，培植了一個葡萄園，周圍圍上籬笆，園內挖了一個榨酒池，築了一個守望台，把它租給園戶，就離開了本國。快到收果子的時節，他打發僕人到園戶那裏去收果子。園戶拿住了僕人，將一個鞭打了，將一個殺了，將另一個用石頭砸死了。他再打發一些僕人去，人數比之前還多。園戶也一樣對待了他們。最後，他打發自己的兒子到他們那裏去，說：他們會敬重我的兒子。但園戶一看見是兒子，就彼此說：這是繼承人，來，我們殺掉他，我們就能得到他的產業。於是他們拿住他，把他推到園外殺了。那麼，當葡萄園的主人來時，他要怎樣處置那些園戶呢？他們回答說：
要兇惡地消滅那些兇惡的人，把葡萄園另租給按時給他繳納出產的園戶。耶穌對他們說：匠人棄而不用的石頭，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那是上主的所作所為，在我們眼中神妙莫測的這句經文，你們沒有讀過嗎？為此，我對你們說，天主的國必由你們中奪去，而交給結果子的外邦人。司祭長和法利賽人聽了他的這些比喻，覺出他是指着他們說的，就想逮住他，但害怕民眾，因為他們都以耶穌為一位先知。上主的話。主基督，願光榮和讚頌歸於你。Today's reading, the Lord invites us to aware what we have done and make repentance. So the first reading is a tragedy, a story of betrayal. Because today is Friday, we commemorate the passion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He was betrayed. However, God made good use of our wrongdoings to show His mercy and saved us. However, the Lord invites us to do repentance. Don't abuse God's mercy. Don't abuse God's love. The same in the Holy Gospel. The Lord invites us to make an examination of our own conscience and even our whole life. Nothing can block God's love and forgiveness. However, God invites us to have a happy life, to have a holy life, to have a life of peace. And so He invites us to do repentance. Not just we ourselves have to do it. Everybody, including our government, including the leaders of all nations. Because it mentions about the kingdom of God is at hand. If you do not make repentance, you cannot take part in the kingdom of God. And so when Jesus says these parables, He was pointing to the leading figures of the time. So brothers and sisters, no matter who we are, we have this privilege as God gives us to make repentance and invite people around to do the examination of conscience and conscience so that we may convert it to God, so that we may have a better self, so that we may have a better society. Do repentance. God loves us all. 咁今日呢，其實我哋讀咗兩段讀經呢，都係冤孽㗎。點解兄弟要出賣兄弟？因為妒忌呢？又點解真係加音撒亞伯爾嘅故事又重演喺歷史裏邊呢？所以第一段讀經係以色列佢歷史上嘅嗰一種嘅冤孽，但係上主呢喺呢啲冤孽當中拯救我哋啊！所以我哋需要嘅呢，唔好重複，要斷啊！真係徹底嘅改變，唔好俾佢影響，亦都唔好使佢延續落去。
所以去到我哋呢一代要完啦。所以兄弟姊妹，基督就係咁樣，佢了結咗人類呢個咁醜惡嘅歷史，佢喺十字架上交付自己嘅生命，為使我哋獲得新生。而喺福音裏邊呢，佢再一次咁，耶穌邀請我哋唔好冤孽落去啊！唔好喺福音裏邊今日講嘅呢個園戶嘅比喻呢，其實係暗暗咁樣去批判咗以色列嘅歷史。天主派遣先知去教導佢哋悔改，佢哋冇聽，反而殺害咗先知。天主派遣自己嘅兒子耶穌自己，使佢哋可以悔改，成為天主嘅子女。但係現在佢哋就虎視眈眈，準備要殺害天主嘅人。所以耶穌話：我對你哋話，天主嘅國必由你哋手中奪去，交俾結果子嘅外邦人。天主嘅寬恕，天主嘅愛係無分彼此嘅，冇國籍㗎。凡係愛嘅都係天主嘅。所以今日讓我哋都悔改，係咪星期五啊？讓我哋記得耶穌，讓我哋記得天主嘅寬恕，而唔好濫用天主嘅寬恕。範圍喺天主嘅寬恕之中，了結所有嘅冤孽，唔好延續落去，到我哋身上就完啦。好使我哋開創緊，亦都實現緊天主嘅世界。所以讓我哋大家都祈禱，不但為自己嘅悔改，為慕道者、為後世者嘅悔改，亦為每個人嘅悔改，整個社會嘅、家庭嘅、世界嘅，讓我哋將一切交喺耶穌嘅照顧，我哋只管仰賴天主嘅慈悲，悔改之身啊！主耶穌基督，我哋欽崇你、讚美你。兄弟姊妹，我哋祈禱，望全能嘅天主收納我哋共同獻上嘅聖祭。望上主從你的手中收納這個聖祭，為讚美並光榮他的聖名，也為我們和他整個聖教會的益處。讓我哋為眾人嘅悔改祈禱。為病人、為照顧病人嘅朋友、為醫護人員、為香港嘅社會、為世界嘅和平。為我哋嘅得救，為眾人嘅得救，為各個，為每一位受苦嘅朋友，仁慈嘅天主，求你憐憫我哋。使我哋妥善舉行呢個聖祭，使我哋嘅
生活日趨完善，日趨真誠。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你俯聽我哋嘅祈禱。阿們。願主與你哋同在，也與你的心靈同在。請舉心向上。我們全心歸向上主。請大家感謝主，我哋嘅天主。這是理所當然的。主聖父全能永生嘅天主，我哋藉着主基督，時時處處感謝你，實在係理所當然嘅，並有助我哋獲得救恩。你吩咐我哋每年要洗心革面，歡迎逾越節嘅奧蹟，使我哋切實奉行祈禱同仁愛嘅工作，參與重生嘅聖事，好能到達你寵愛子女嘅美滿境界。為此，我哋現在隨同天使以及各位聖人歌頌你嘅光榮，不停地歡呼：聖聖聖，上主萬有的主，你的光榮充滿天地，歡呼之聲響徹雲霄。奉主名而來的，當受讚美，歡呼之聲響徹雲霄。上主，你實在係神聖㗎，你係一切聖德嘅根源。因此我哋求你派遣聖神，祝聖呢啲禮品，使成為你嘅聖子，我哋主耶穌基督嘅聖體聖血。即係佢甘願捨身受難嘅時候，喺佢愛我哋到底嘅時刻，喺晚餐中佢攞起麵餅，感謝讚頌你，將麵餅分開，交俾佢嘅門徒話：你哋大家拎去食，呢個係我嘅身體，要為你哋而犧牲。喺晚餐後，佢同樣攞起杯，又感謝讚頌你，交俾佢嘅門徒話：你哋大家呢個飲，呢一杯係我嘅血，係新而永久嘅盟約嘅血，要為你哋同眾人傾流而赦免罪惡。你哋要咁做，為紀念我。信德嘅奧蹟，主啊，我們紀念你的死亡，慶祝你光榮復活，期待你光榮再來。上主，所以我哋紀念基督嘅聖死與復活，向你獻上呢個生命之糧、救恩之杯。我哋感謝你，我哋懇求你，讓我哋領受之後充滿聖神，喺佢內合而為一。所以上主，請你記得你普世嘅教會，我哋嘅教宗、我哋嘅主教、全體聖職人員，以及你救贖嘅我哋每一個教友，你所愛嘅每一個後世者，叫我哋喺信德、喺愛德中日趨完善。上主，請你記得所有嘅亡者，因此佢哋得見你聖容嘅光輝。上主，佢哋記得我哋眾人，使我哋得與天主之母同貞榮福瑪利亞、聖母嘅正配聖若瑟、諸聖宗徒、歷代孝愛你嘅全體聖人，尤其我哋每個人嘅主保共享永生，並使我哋藉着你嘅聖子，我哋主耶穌基督，時時處處感謝你、讚美你。全能嘅天主聖父，願一切崇敬與榮耀，藉着基督皆同基督，喺基督內，並喺聖神嘅團結中，永歸於你，世世無窮。阿們。我們的天父，願你的名受顯揚，願你的國來臨，願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間，
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賞給我們日用的食糧，求你寬恕我們的罪過，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不要讓我們陷於誘惑，但救我們免於兇惡。上主救我哋免陷誘惑同兇惡，佢哋大發慈悲救我哋脫免罪過，並喺一切困擾中使我哋安然無恙，能夠虔誠生活，期待永生嘅幸福。我哋救主耶穌嘅來臨。天下萬國普世權威，一切榮耀永歸於你。主耶穌基督，你應許過將平安留俾我哋，將你嘅平安賜俾你嘅門徒。求你唔好睇我哋嘅罪過，但睇你教會嘅信德，並按照你嘅旨意，使你嘅教會，使我哋每一個人，我哋嘅家庭，我哋嘅社會，都得到你嘅平安團結。因為你係天主，你永生永王。阿們。就願主耶穌基督嘅平安時常與你哋同在，也與你的心靈同在。請大家互祝基督嘅平安。祝神父執事平安，祝大家平安。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憐我們；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憐我們；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賜給我們平安。Behold the Lamb of God, who takes away the sins of the world. Behold him, Jesus Christ. He calls us to do repentance and be the children of God. 所以蒙召嚟赴宴嘅係有福㗎。主，我當不起你到我心裏來，只要你說一句話，我的靈魂就會痊癒。神領聖體經，我的耶穌，我真心傳信你在聖體聖事內，我愛你超過一切，我渴望領你到我心中。既然我現在不能實領你，請賞我至少神領你的恩典吧。我擁抱你，完全與你結合，像你實在到了我的心中一樣，別再讓我與你分離吧。領主榮，天主愛了我們，且打發自己的兒子為我們做贖罪祭。
請大家祈禱。上主，我哋恭領咗聖體聖事，得到永遠得救嘅保證。佢哋使我哋專心向善，追求你所應許嘅圓滿嘅救恩。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你俯聽我哋嘅祈禱。阿們。記得拜苦路啦。Remember the way of the cross in English. Today is 6:30, and then outside we have the QR code and some books in the way of the cross. You can take home and do the way of the cross by your own wherever. 咁啊，出邊啊有書，大家可以攞，有 QR code。咁我路加福音咧，記住啊，不過今日係冇嘅，係1到4咧，晚上9點半嘅讀路加福音。咁30號啊，記得我哋朝聖係2點半到4點喺主教座堂，自己去得㗎啦。咁我哋真係諗緊啦，咁大家都幫一齊諗啊！喺復活節之後呢，會係邀請啊喺呢度。Good man. You want to bear the cross afterwards? 小心啲蠟燭。咁記得咯喎，咁啊，我哋想邀請啦，譬如話喺呢度結婚嘅朋友，我哋邀請翻嚟謝恩啊，一家人齊齊整整。既然喺呢個聖堂行婚禮嘅呢，就翻嚟謝恩啊，咁好唔好啊？我哋邀請啦，所有喺呢度領洗嘅朋友，你喺呢度洗禮嘅，我哋75年啊，翻嚟謝恩啊！仲有喎喺基立校讀書嘅家校友翻嚟謝恩啊！又或者喺呢度入修院嘅翻嚟謝恩啊！咁我哋會安排緊㗎，咁希望能夠安排，同埋要靠你喎。因為我哋真係唔知邊個係㗎，咁所以呢，我哋大家互相鼓勵，感謝天主教堂區75年啦。願主你哋同在，也與你的心靈同在。May Almighty God bless you, the Father, the Son, and the Holy Spirit. Amen。讓我哋平安生活，並放下一切怨恨同妒忌，好好悔改歸依，愛我哋嘅天主，彌撒禮成。感謝天主。萬福瑪利亞，你充滿聖寵，主與你同在。你在婦女中受讚頌，你的親子耶穌同受讚頌。天主聖母瑪利亞，求你現在和我們臨終時，為我們罪人祈求天主。阿們。